2026年5月5日每日靈修，更加的認識主，完全歸向主。541一生屬主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權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現在的事，是將來的事，是高處的，是低處的，是別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。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。羅馬書8章38至39節。小故事：有一個小女生在學校做了一個洋娃娃，這個作品得到很多老師及同學的稱讚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因太過得意，所以把它遺失了。當她發現洋娃娃不見後，覺得非常傷心。不久後，她發現附近一家商店的櫥窗裏放着她的洋娃娃，而價錢還非常昂貴。店主表示這娃娃只有一個，絕不打折。小女生心想，當然只有一個，它是我做的。於是她就努力的存錢，把洋娃娃買回來。當她把失去的洋娃娃買回來後，高興的對洋娃娃說：第一次我製作了你，第二次我用錢把你買贖回來。以前你是我的，現在也是我的，永永遠遠都是我的。默想：什麼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呢？是患難、困苦、危險嗎？他創造了我們，又救贖了我們，使我們永永遠遠都屬於他。禱告：我們在天上的父神，天地屬你，世界是你所立，我們也屬你，是你所造。雖然世人喜歡偏行己路，常常背棄你，但你永不改變的愛把我們贖回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們，有堅定的信心。我們願意一生歸屬於你，願你在我們心中做王，管理我們的一生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